的档案，你可以下载南山力学词典。南山力学词典，华古佛教学院图书资讯馆数位典藏组分享。采用创用 CC 授权条款授权。优秀，从按照笔画数排列，就可以逐字念影片，用电脑程式把它拨开，逐字念，然后提供这个文件下载的网址。劝人要求口梦圣道三宝心法，财不枉费今生来世间，世间财世间用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或是给以后不相识的人用，但是得三宝心法却能带着走，在世能逢凶化吉，躲劫避难，改变命运，寿终能超生了死，离苦得乐。智者切莫入宝山而空手回。下方还有很多资源。